黃記舉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嘛，維港智能應聲彈出啊，響出邊呢，仲有合夥奔馳嚟㗎。第3位內欄粵進歡欣啦，藍衫出閘唔係好快，走翻上嚟第5，仲有手機標霸，外邊啊永遠美麗走咗上去啊。粉紅眼罩尾4係包裝天象啊，後邊3匹馬陸續無限神虎龍區啊，暫時殿後係賢者無敵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出嚟跑呢，就係嗰隻合夥奔馳喎，跟住喺第2位維港智能啊，永遠美麗就守住第3。內欄第4係粵進歡欣啦，藍衫藍帽第5位手機標霸，後邊嗰4隻啦，粉紅眼罩外邊尾4係包裝天象啊，埋邊陸續無限啊，過咗佢喎，後邊2匹馬，紅衫係賢者無敵啦，淺藍衫係神虎龍區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差唔多直路咯，前面呢就係呢隻合夥奔馳帶住隻維港智能入嚟嘅，埋邊第3位粵進歡欣啦，中檔粉紅帽第4有永遠美麗啊，攝入邊有陸續無限賢者無敵，攞出去外邊啊手機標霸包裝天象大外檔神虎龍區。最後300零米啦，合夥奔馳鬥緊維港智能嘅時候，粵進歡欣中檔逐步蠶食上嚟，緊隨其後噶嘛，仲有埋邊嗰隻陸續無限啦，出邊啊手機標霸啦，外邊粉紅眼罩就包裝天象啊，最後100零米，粵進歡欣透出咗，埋邊合夥奔馳又未散得晒，兩匹馬相當接近，埋邊合夥奔馳，外邊粵進歡欣第3名係包裝天象，第4名呢有手機標霸，維港智能需要影相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埋邊嗰隻合夥奔馳似乎都有機會一路頂得到喎，外邊追上嚟係粵進歡欣啊，咁啊被動咗立腳咗喎，包裝天象第3，手機標霸有冇第4呢？定係埋邊嗰隻維港智能啊？